来看，宜兰市中山公园有一座由有名的设计师来设计，用石头做的流廊，最近去互公所甲拆起来。原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地人讲，这个石头的流廊看起来就亲像是蒙阿波同款，感觉这意思是无啥好。也毋过，若准因为这款的原因，就甲拆起来，嘛有人来批评讲，这是真讨债的代志。 怪笑的是讲，因为宜兰市中山公园内底，一个有名建筑师设计石造出流廊，互里面这期外观亲像蒙阿波，希望用刷掉市公所就动工刷到。我们人民老百姓的那个纳税钱，对啊。是这么说。因为毕竟那已经做好了啊。因为就每个人看起来感觉不一样吧。是。对。那会觉得这样拆掉很可惜吗？是很可惜啊，不然装个新的。 有人感觉真可惜，因为亲像蒙阿波拆掉，也怕浪费纳税钱。有民代这期公所应该是用其他办法来解决，拆进前也应该找建筑师讨论，不是讲拆就拆。融入文化设计出来的一个产物啊，一定是建筑师他当初经过公所审议通过之后设计出来的东西啊。如果民众如果有疑虑的话，我们可以带大家一起来讨论。 这楚流廊是伫2017年起的，公所希望用入地景打造绿色廊道，不过部分里面坚持无结条，就算公所把用树仔来遮，也是无被接受，只好给拆掉。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市民常常在反映，从旧城南路4巷的方向往中山公园牌楼方向看过去，有比较像坟墓的状况。 市公所讲，楚流廊拆掉了后，当地未阁有设施，不过会伫公园内底增加优固，希望互公园设施用互外界来接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